像进前啊，我翁啊，拢会讲，你煮这啊，这无青啊，准备食的物件会，准备放假的时阵准备啥顿啊？伊较有一寡意见讲哪会拢共款的物件食甲足鲜安怎？我迄个时阵啊，就是有互家己一寡压力，讲我哪会无法度做甲诚好？但是叫我煮食煮甲有变化好食，搁安怎安怎，我嘛搁感觉讲诚困难，就是我都毋是我的专长，所以迄个时阵我其实是会先来怨叹家己，当然嘛是怨叹阮翁。即马其实就是换一个想法，想啊诚轻松，想讲无食遐好嘛不要紧啊，安怎安怎，就是互我家己莫讲，因为有一寡压力，搁做袂好，就定定讲，定定伫生气啊，定定有一寡心情郁卒的物件伫心肝内。我感觉讲，爱做一个较快乐的人，为着互家己快乐，其实有一寡物件无做遮好，其实嘛袂要紧啦。我若讲即摆无快乐，就算我甲厝内的代志拢款甲诚好，煮的物件拢煮甲诚青草，但是我的心无快乐，我相信阮翁嘛是会看我过一个屎面，讲诚委屈，替互人欠几百万，伊嘛袂欢喜。所以其实爱想互开，就是我较无专长的物件，其实我嘛会当做，毋过若是讲嘛毋免讲做甲诚勉强，还是讲做搁惊做无好。若有一煞替阮翁讲无好，我就做生气。所以其实这就是家己爱去调整的物件。我即摆其实嘛是有甲赛事的物件有伫生活内底有去使用着，就学的物件嘛爱使用嘛，就亲像我即摆学台语啊，我就会讲，想办法去讲出来。像阮翁啊，伊就希望，伊就看迄迪卡有诚济写爱情故事啊，写甲足甜蜜的，伊嘛希望讲我会当写无啊，安怎写甲足精彩。以前我嘛是会郁卒讲我写甲无好势，因为写甲后来就变拢写我家己的代志，因为较无负担嘛。你若写爱情是两个人的代志啊，安怎写拢无遐自由啦。那变讲，迄个时阵我嘛想讲我哪会拢无法度写好，我就其实嘛家己会怨叹家己。那即摆呢，因为我感觉讲会当练习快乐是搁较重要，所以讲我就毋免讲用这种就嫌家己无好，但是搁无去做，变讲这代志若愈来愈济，就变讲我会无快乐，但是我代志嘛无做好啊，就一直讲我欠，因为我想讲我做无好，我就袂去做，但是搁想讲我应该爱去做，变讲这做足无这就是变即个想法变甲互家己会无快乐，所以我即摆想讲，就是为家己去生活嘛，为家己去拍拼，家己有进步，毋免讲我希望讲成为阮翁心目中标准的人啊，还是安怎？因为我今仔为家己去学台语，我会欢喜嘛，想讲我台语有进步啊，有安怎安怎。
我家己会当控制，但是我若讲为虾米人去拍拼，我会想讲，伊怎会互我分数无遐悬？我嘛诚拍拼，就亲像进前旧主管旧主管迄时阵，我嘛想讲，伊怎会无甲我看中？伊怎会无互我伫伊诶心目中诶分数足悬？变讲我嘛做甲无好，因为我会无自信嘛。无自信当然做无好，但是心内阁一直想讲爱90分啊，100分啊。但是拍这分数的人，毋是我家己会拍我家己的分数，是由别人拍分数。这时阵我就会无快乐，就会讲会去怨叹拍分数的人，所以变讲家己怨叹，但是代志嘛做袂好势，做袂好势，别人就哪有可能互你分数悬？但是我会想讲，其实我心内是真正想要拍拼，我即个心意袂使互我机会吗？变讲这代志就变讲诚困难伫遐。所以讲我即马就是较注重讲，我为家己做啥物代志，家己去拍家己的分数，这嘛是一个诚好的练习。我最近嘛有去赛斯的线顶的课，我倒是有缘啦。我就看，我最近因为学台语较赛斯的课听较少。以前我是伫公司听一工的演讲嘛，赛斯的演讲。我即马是听台语较济，找机会讲台语较济。但是呢，其实学的物件拢有藏伫我心肝内底，毋是讲我即马较无听赛斯的演讲，就是都无伫学啊。其实我即马有伫实现，想就是做一寡互家己会当肯定的代志，毋是去看别人的面色，讲别人有甲我学落，较是真正的学落，迄是我以前的想法。我即马嘛是心爱练讲放较快。会举一个例，就是我伫 Clubhouse 内底其实迄房间内底有人就是嘛是有讲有较熟的，嘛有讲有人缘较好，人缘较好人缘较好。我变讲我是一个较边仔的人啦，我毋是主要的人。所以我讲话嘛是较细腻，讲袂讲一直讲落长，因为我发现讲房间内底人无介意迄种一直讲家己的代志，讲袂煞，会奇怪。但是若感觉讲这人讲话诚趣味，其实大家就会一直甲伊讲话。所以会当一个判断的点，就是讲，若是伫房间内底，我一直讲，无人甲我应，我就应该知影讲，这就是因就是无介意啦。变讲，嘛是诚侪规矩，但是我今仔就拄着一个，一个查某，伊嘛有学赛事，伊嘛是讲诚侪话。以早其实我会怨妒，我会希望讲受欢迎的人是我。因为我会想讲，我遐有才情的人，怎会大家拢无注意到？以早的我，就是会甲我就感觉家己诚特别，应该是爱别人注意到我。这是我以前的思想，所以，但是其实来讲，我嘛毋是讲诚趣味的人，嘛毋是甲因诚熟，嘛毋是讲一直笑一直有参与，其实拢无啊。所以其实我若无我毋是主角，是做自然的代志。
以前我会看袂清，就会有准，就会有着伤的感觉。但是我即摆伫咧学，我其实就是学讲，对我家己来讲，其实我就是伫学台语啦。若是我想要一直讲台语，其实我就是使找别人讲较熟的，啊无就是用日记来学嘛。若迄房间内底其实是无适合互一个人一直讲，除非讲伊的物件真彩，啊无就是讲伊是大家好朋友，啊无就是伊诚罕见。所以讲，但是我伫咧内底得到的就是会当听诚济台语的腔口，听伊的文化，听因是安怎用的。若是我无去听，我逐工拢是用家己的想法去讲台语，就较无变化，嘛较无讲一个台湾味，较无到底。所以其实我主要应该就是爱加听，都毋免讲有一寡想要做主角，想要讲逐个拢做注重我，拢甲我肯定。迄真正是我以早去追求，但是追求无够，啊，阁有罪的所在。啊，希望我即摆会当看互清，希望讲我会使互家己变一个注重家己啊较快乐的人。